各位，新界而家有大概190萬嘅勞動人口，但係只係有86萬咧留翻喺自己新界嗰度翻工。簡單嚟講，我哋每日都有100萬嘅新界人咧要去到香港同埋九龍翻工，花費好多嘅時間，亦都對我哋香港嘅交通造成好大嘅壓力。因此，我係非常之贊同北部都會區同埋喺屯門區議會推動呢個龍鼓灘屯門西發展。希望呢兩個發展咧可以為我哋屯門同埋元朗嘅居民帶來更加多就業機會。長遠嚟講，屯門人、元朗人都要喺自己嘅地方嗰度翻工，唔使每一日都要舟車勞頓。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多謝你哋。各位，而家喺醫管局嘅新界西聯網裏邊咧，雖然有5間醫院，但係新界西北咧其實主要靠咧就係靠屯門醫院呢個綜合大型嘅醫院去做公營醫療嘅服務。另一方面，我哋睇翻啦，雖然新界我哋佔咗香港1半嘅人口，但係只係得翻2間嘅私家醫院。因此，我未來咧希望爭取喺我哋新界西北咧可以多一家嘅私家醫院。咁嚟到將來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個更加好嘅公私營合作。希望咧公立醫院同埋私家醫院咧可以為唔同嘅市民服務，減輕公營醫院而家嗰個負擔，亦都令到咧我哋新界西北嘅市民咧喺醫療方面可以多一個選擇。多謝你哋。各位屯門同埋元朗嘅選民大家好，我係4號候選人金文峰，扎根社區，專業論政，請大家1207投4號金文峰。